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咱讲到霹雳布袋戏百音斋主黄文德，这个月新历12不幸过身，岁寿66。顶礼拜日厝内人替伊办告别追思会。那讲到黄文德，伊的阿公是布袋戏通天教主吴秋远、黄海岱，那老爸是电视布袋戏的代名词黄俊雄，会当讲是布袋戏世家。和阿兄黄强华创立霹雳布袋戏电视台，会当讲是头一个布袋戏的专门电视台。那头一出上大银幕的布袋戏《盛世传说》是西元2000年上市。落尾搁再打造台湾布袋戏，加做东方迪士尼。黄文德在咱台湾布袋戏的发展有独一无二的地位。讲新闻唠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念伟。讲新闻唠台语，重要大小事为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念伟。讲到布袋戏，听到无同款角色的声音，你一定想到一个人，无唔对，伊就是霹雳布袋戏的创办人，叫做黄文德。不过真不幸的代志是伫顶礼拜6月12日时阵，黄文德不幸过身，享受66岁。sau来，咱就来做伙回忆黄文德一生。其实黄文德伊就是黄海岱孙仔，伊嘛是黄俊雄第二个后生。另外，伊个有一个上声的弟弟叫做黄文耀。黄文耀嘛创办家己的布袋戏品牌，叫做是天宇布袋戏。不过，煞伫今年2月时阵，黄文耀不幸来过身。想袂到过了4个多月，黄文德同款嘛离开大家，互大家非常唔甘。咱讲到霹雳布袋戏，其实伊伫电视播出超过2700集。黄文德嘛替超过4000个角色来配音。其实伊一礼拜内底有6天爱录音，录音的时间嘛非常特别哦，为早起2点录到8点。为什么爱伫这时间呢？因为黄文德讲暗时录音品质会较好，精神会较集中。黄文德其实伊的声线是非常特别，替每一个角色来配音，感觉拢无共款。有当时变做查某，有当时变做是查甫，声音有时悬，有时低，所以大家拢叫伊是百音斋主。sau来咱来看卖霹雳布袋戏内底，其实有真侪无共款经典的角色，像到半神半仙也半仙，专儒专道是专贤，脑中金书总万卷，将阿文武半变天。讲到这个台词，大家就知影素还真要出场啊。另外，咱看到是白色经纶一页书，其实经典台词就是世事如棋，真困莫测，孝敬英雄啊。另外来看卖这叶小体，嘛是大家非常熟的角色。其实哦，黄文德是出身伫布袋戏的世家，伊阿公其实就是黄海岱，大家拢叫伊是布袋戏一代宗师。伊创办的吴秋远掌中剧团。另外来看卖，这黄文德爸爸就是黄俊雄，黄俊雄大家拢叫伊是人间国宝。伊创作的角色其实就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苏彦文。伊嘛甲路边的戏台搬到电视，互更较侪人会当欣赏到布袋戏的表演，嘛创下台湾电视97%上悬的收视率。咱来看卖黄文德阿个爷阿兄叫做是黄强华，两个人做伙来创办霹雳布袋戏，嘛伫2000年的时阵出现头一部霹雳布袋戏的电影，叫做是《盛世传说》。伊嘛甲布袋戏杀出去国外，互外国的观众朋友会当做伙来欣赏咱台湾真特别布袋戏。不过虽然即马黄文德过身啊，不过黄强华伊的后生叫做黄良芬，嘛同款甲布袋戏的精神传承落去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唠台语讲新闻时间，就来甲镜头还好移动主播。